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因为上帝会听，互咱会当过三见面。这个见面所代表的就是上帝伊的快乐伫咱的中间的印证。咱会当三见面，阁有一个印证，就是上帝是赏赐平安的上帝。阿们嘛。阿们。所以当咱来到伫遮来敬拜上帝时，咱拢知影，每一摆上帝总是咧为着咱。总是咧甲咱讲话，所以你会当想看卖，上帝即马在甲你讲的话是啥物？伊是毋是在甲你讲我的后生，我的囝儿，我的查某囝，你是我所创造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满有智慧的，你是有影响力的，你是你的家族迄个祝福的管道。阿们嘛，哈利路亚！咱所信的主是偌尔啊好。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所以咱会当自就伫遮来敬拜伊。咱是伊上疼的囝儿，嘛是伊上欢喜的囝儿。阿们，阿们。只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咱要专心、专人、专声来敬拜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伫直播顶悬的兄弟姊妹咱嘛同心同意来敬拜主。恁伫倒位，迄个所在就诚做圣的所在。圣神甲恁同在，咱嘛要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将咱的双手来举起，咱的双手，哈利路亚。咱将双手举起的时，就是要甲主讲：主是我本是卑微的，我是空的，总是圣神我较无你的充满，所以我将我的手拍开，就是圣神你较济，搁较济来充满我。互我伫我的内面，所有一切遐个歹、遐个无好的思想、意念、杂念，拢总离开我，全然交互圣神来充满，咱就得到利益，得到快乐。哈利路亚！咱做伙同心来欢迎咱的圣神来运行。咱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意爱你，圣神，我意爱你，我嘛较无你，我嘛较无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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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用你的光照伫阮所有兄弟姊妹的身上。主，你知影阮内面的罪恶，你知影阮内面的歹，遐个无好的意念，主你讲，阮着保守阮的心，赢过保守一切。主，阮要将阮的心交伫你的面前。主，你来用你的保护洁净阮心内面所有伫即礼拜所犯的过错，所讲毋对的话，对人有伤害的。主，这一切你拢来医治阮，用你的保护来洁净阮。因为只有主你的保护会当来清起阮的心。哈利路亚，感谢俄勒主。哈利路亚。伫圣经内面有讲，伊讲天离地有偌悬，天离地有偌悬，上帝的慈爱对你就是这么深。阿们吗？阿们。所以不管咱有甚物款的病痛，有甚物款的需要，圣神伊要用伊的慈爱来对待你。阿们。你来甲隔壁的兄弟姊妹，你来甲伊宣告，你讲圣神满满的慈爱伫你的身上，圣神满满的慈爱伫你的身上。你搁来甲伊讲，咱拢真需要，咱的身躯需要健康，需要喜乐。你甲伊讲，圣神伊的健康，伊的喜乐充满伫你的内面。
圣神的健康，哈利路亚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要做伙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三甲来祈祷来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伫祈祷文来讲，伊讲上帝荣光要甲咱同在，一直到万世代。阿门嘛。所以上帝伫咱身躯所行的事，是一个无咱行的事，就是每一个代志，上帝伊拢会当行。阿门。所以伫上帝无有咱行的事，咱做伙来宣告来。伫上帝无有咱行的事，咱将咱的手举起来，互咱搁较有气力、较少年哦。伫上帝无有咱行的事，来请。伫上帝无有咱行的事，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做拍鼓啊，来敬拜咱主耶稣，来俄勒伊。我在今夜星星，每当你穿过东海，相信主会应允，每当跨过困难，星星会记得，主拢会听。大声来宣告，勇敢迈行。我在今夜星星，每当你穿过东海，相信主会应允，每当跨过困难，星星会记得，主拢会听。大声来宣告，勇敢迈行。你的无有，最最高的事，乱流甲破流，你会把放下我，你的应允，无论有偌济，基督来临，阿门，阿门。我在今夜星星，每当你穿过东海，相信主会应允，每当跨过困难，星星会记得，主拢会听。大声来宣告，勇敢迈行。你无有，最最高的事，乱流甲破流，
主耶和华要来做咱的牧者。这首诗歌咱专心来挖靠。求主我你做我牧者，愿路我可你扶持，带到草坡予我饮食，离间油条来无味。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阮大小你安稳自在，你要伸手来保护。求阮看你对天航海，因怎是要对正路？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咱做伙拍鼓来学乐主，咱先请兄弟带咱来吟诗，请兄弟。求主我你做我牧者，愿路我可你扶持，带到草坡予我饮食，伊伴油条来做来敬拜伊，举咱的手。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兄姊妹来敬拜敬赞。阮大小你安稳自在，你被伸出来保护。求阮看你对你航海，因才是要归正路。做伙来吟诗。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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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哈利路亚！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相陪阮归小你。你相陪阮归小你。最后一摆来唱歌。你相陪阮归小你。咱就捧我声，幸福上回咱的主耶稣。阿门吗？阿门。耶稣呼召咱每一个基督徒，真做传福音的使者，所以咱要来将咱的性命完全来献予伊。无论咱的年纪，无论咱的年纪是啥物，无论咱的才能是啥物，咱要将咱的专心拢献予主耶稣。阿门吗？阿门。用这首诗歌真做咱的宣告。献上生命，予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予我为当好犀利，你
会紧选，毋免怀疑。咱来对头来唱一摆，献上生命。献上生命，予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予我为当好势力，你的紧选，毋免怀疑。我的生命献予你，过去世界阮对你，我你的荣耀，是我一生传开。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放弃，耶稣我爱你，一路来跟对你。就生命，予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有你稳定，予我为当好势力，你的紧选，毋免怀疑。过去世界阮对你，我你的荣耀，是我一生传开。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放弃，耶稣我爱你，一路来跟对你，我的生命献予你。过去世界阮对你，我你的荣耀，是我一生传开。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放弃，耶稣我爱你，一路来跟对你。是我上帝你的理想，你孤独当永远的属我，就是我号召无限的力量，亲像人家天使光耀，就是我。上帝你的意象，你孤独当永远的属我，就是我号召无限的力量，亲像眼角的星光耀。咱也举手来敬拜伊。过去世界阮对你，我你的荣耀，是我一生传开。我的心永远记你，你为我生命放弃，耶稣我爱你，一路来跟对你。主啊，所以讲，为着咱背十字架，伊疼咱，咱嘛喜乐来跟对伊。亲爱的兄姐，咱每一个人拢是主用伊的性命来救赎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拢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阿们吗？阿你门。的性命是宝贵的，你所做的一切，你的影响力是宝贵的。所以伫这个时阵，咱要来祈祷，因为上帝既然将伊
迄个十字架，迄个溃烂已经加添伫咱的身上，咱唔通简单家己享受，咱爱将这个溃烂来解分输出去，就是透过祈祷。因为当咱祈祷的时候，咱嘴讲出来的时阵，咱为着什么人祈祷，迄个就发生伫伊的身上。你祈祷的溃烂就发生伫伊的身上，所以咱唔通当生，特别伫祈祷的顶悬，上帝因为讲你大大来求。开嘴来求，大大开嘴来求，阿门吗？阿门。这就是上帝，伊要将迄个属天上大的困难，比互总统的迄个困难更较大的，就是基督的困难，伫咱正兄弟姊妹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咱即马要来祈祷，大大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咱过来即礼拜，青少年伫拜4、拜5、拜6，要到伫新的圣经学院，总共有105位。咱来为着因祈祷，咱为着因祈祷的时阵，就是要互因摕到一个属灵的武器，互因伫遐，毋若要引带这的囡仔青少年，互这个同工，因充满智慧，充满话语，充满上帝听甲迄个耐心，阿门吗？阿门。这就是咱透过祈祷了后，因才会当摕到的这个武器甲宝剑。所以咱为着因祈祷，天气真热。因阁有真侪外口的活动，需要咱为着因祈祷，爱互因平安健康无？阿门。毋好互因伫遐中暑，所以咱求上帝，互这3天的天气出热，但是无真热，互身体有风，阁互因会当吹了真爽快。阿门。阿门。互每一个囡仔因3甲组织，拢伫遐心内面经历上帝圣神的溃烂伫因的内面。即届赢会上大的目标，就是要互囡仔。经历着圣神，掠耶稣基督最中心，互因伫俗世者的价值观会当改变，成做基督的价值观。阿门吗？阿门。这就是咱即届营会的目的。所以咱即马要来为着因祈祷，上帝开咱透过你的祈祷，大大开声，的确要临到伫遮的同工，举起咱的只手，哈利路亚！你的祈祷是大有开咱的，咱当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是你的圣神运行伫阮所有的行这时，主当阮举手祈祷时，就是阮的宣告。阮就是要伫这营会内面，为着主的名来得胜。主啊，我要为着你来得到这青少年的灵魂，互因伫这个世代，主伊要更新，要改变，伊要转换，成做主你的囝儿。就是伫这个世代运动，主啊，你要超前，互伊伫世界价值观，也对主你的价值观。主啊，你来帮咱，互这个青少年，管到伫倒位，因拢得到上帝你的保守、平安、健康，互因会当真正改变因的 DNA。主啊，互因的家庭，因为这个囡仔、这个青少年来得到改变，得到福气。主你的快乐甲阮同在，听阮每一个人的祈祷。主啊，因为你所应允的拢会成，哈利路亚！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生命献予咱你，举起咱的手来讲，我感谢你，我要将生命献予你。请我的心团队，我的心愿愿给你，因为我生命奉你。耶稣我爱你，你若来滚对你，我的心命献予你，我的世界滚对你，我的荣耀，是我的心团队，我的心愿愿给你，因为我生命奉你，耶稣我爱你，你若来滚对你，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世界滚对你，我的荣耀，尽我一生团队，我的心愿给你，因为我生命奉你，耶稣我爱你，你若来滚对你，耶稣我爱你，
耶稣讲，毋若你欢喜喜乐来跟对主，主伊嘛要跟对你。主要跟对你的意思，就是伊要甲你同在。毋管你的骹步，这一步行到伫倒位，后一步行到伫倒位，上帝拢比你搁较知影你的后一步是怎样。所以你的后一步，你有安心无？你有安心无？阿门。咱来大声讲阿门。阿门。因为我的后一步拢伫上帝的手里。所以，既然伫上帝手里，你后一步是毋是安全？是毋是健康？是毋是平安的？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就是咱伫俄勒内面，咱将咱的性命献予主，上帝就用安尼来回应咱，讲咱所俄勒的是伊所欢喜的，就亲像天使伫遮金丝，遮尔水，遮尔风亮，遮尔美妙。咱要将一切的俄勒用呼啊声归予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有感觉你家己的俄勒真赞无？是毋是全心拢归予主？叫你俄勒上帝迄个呼啊声，甲上帝搁一届俄勒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一个人的俄勒拢是上好的，大家请坐，请坐。这是咱爱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圣约书第8章第1节到第13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咱做伙来共读。下一页。共迄日，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拢分散去犹太、甲撒玛利亚的各所在。毋过有一寡虔诚的人，互司提反埋葬，为着伊大悲伤。迄时扫罗下手残害教会，一户一户入去，无论男女，拢拖出来，甲伊送去关路家。遐个分散的信徒去逐所在传道，腓力去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对遐个人宣扬基督，群众听到腓力所讲的话，搁看到伊所行的新业，就专心听伊所讲的话。有真侪人互邪神附身，遐个邪神大声喊，对因所附身的人出去。有真侪半身不遂的，甲较歹的，嘛得到医好。迄个城的人拢大欢喜，有一个人名叫做西门，以前捌伫迄个城行邪术，家己自夸最大，互撒玛利亚的人着惊奇怪。城的人大大细细拢专心听叹伊讲，这人有上帝权灵，是人咧讲的带领者。伊拢专心听叹伊，因为伊真久有用邪术，互因着惊奇怪。不过因信腓力所传上帝国的福音，甲耶稣基督的名了后，男的、女的
拢接受洗礼，连西门本身嘛信。伊受洗礼以后，就甲腓力对调调。伊看见腓力所行的新约，甲所做大权能的技术，感觉真着惊。以上愿上帝话点伫内心内。这是请咱邀请牧师来进道。伊个题目是福音的传透力，福音的贯穿力。现在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会早起直接来敬拜服侍伊，用咱的心甲灵全然交托伫伊的手中的时阵，我相信咱规身躯会当有迄个感觉，就是上帝伫咱中间，互咱体会咱所敬拜这位上帝，伊乐意看咱伫伊的面前，大家做伙的敬拜，感谢主，咱会早起有这样的好的机会。咱做伙来敬拜服侍伊，这时阵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吼，咱做伙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明灯，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是这咱的宣告，上帝的能力伫咱中间，咱嘛趁着耶稣基督所吩咐咱的，咱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伫这个世代，咱是福音的出口；伫这个世代，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者。望上帝的能力甲互咱的信心，继续伫咱的教会来运行。真欢喜，咱会早起透过这段经文，咱要来思考这个题目福音的穿透力。哇，这个是无容易的吼。一句话总是咱嘛会当对安尼来了解咱所信的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大有困难吼。其实伫北美还是欧洲有一个宗教叫做撒旦教。可能咱应该捌听过，牧师去甲了解，伊差不多是伫1966年来伫美国来开始即个宗教后来我去甲了解讲，到底撒旦教因到底因的思想是啥物？因遐有一个五大的思想意念因提倡的就是讲，第一，无有上帝，人就是上帝；第二讲，上帝只不过是世间的一般的困难尔，人会当真轻易把这个困难摕做家己的。第三，伊讲上帝就是我家己啦。第四讲，上帝是漂浮的。所以漂浮就是我本身。哇，伊讲无有上帝啦。毋过人就是上帝，安尼是足特别的一件代志对无？讲无有上帝，毋过人就是上帝。你袂感觉足奇怪吗？因的定义伫遮伫互咱了解讲，因亲像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甲即个上帝、即个意念即个信靠、即个信仰甲伊拆掉。我伫注意看伊无伫讲恁着爱拜撒旦恁着爱应邀归撒旦，拢无呢。所以我会感觉讲，看咱的信仰，是甚至看一般的信仰，会有真侪一个差别当然后来咱伫台湾嘛有叫做台湾的撒旦教，毋过台湾的撒旦教甲即个欧美的却无共款，因敢若一寡的思想的意念用因遐的，总是因毋是真正的所谓台湾的撒旦教所以伫即搭遮，咱就会当透过安尼来思考讲，对，若是讲咱甲认定即个世界无有上帝，上帝就是我，我就是上帝，上帝所有其他宗教所讲的困难啦，上帝创造啦，上帝的祝福啦，这些拢毋是对上帝来，拢是我，拢是对我来。安尼的时阵，咱会感觉讲，敢真正咱会当做上帝吗？
人真正是会当做上帝吗？人敢有显得大的气力、智慧、才调，通好来为着家己来判断，每一届所决定的拢是正确的，每一届所行的拢是福气的，每一届拢是利益别人对家己嘛是好的。这是值得咱来思考吼。总是有这款的思想出来的时阵，嘛求上帝互咱搁重新一摆来思考。因为什么？因会认定讲因要否定上帝，这个上帝的这个位格，到底因的目的是什么？吼，因在提倡就是我就是上帝，我家己做主，这个世界大项拢无啦。吼，只要是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家己是我人生的主人，所以咱这甲咱的信仰有一个真大的一个隔膜，有真大的差别伫即搭遮出来。那安尼，咱搁较重新来看咱家己的信仰，就会当来了解讲是伫即款的思想内面，其实伫创世开始到现在，拢共款，拢有即款的意念，即款的意念事实。拢是对魔鬼撒旦所出来的哦。好，咱看咱的始祖亚当夏娃因所面对的，就是这款的条件的开始，到现在咱犹原阁是安尼。所以，若是讲伫基督的信仰内面，就照保罗所讲的，因为十架的道路，伫迄个灭亡的人是看做愚妄的，总是伫咱得救的人。咱却看做伊是上帝的大气力，阿门。是对一般人来讲，人无法度体会咱基督的信仰是安尼。哇，毋免做啥，只要信就会当得到。毋过兄弟姊妹，信这件代志有容易无？亲像真容易，阁亲像真无容易，对无？吼，所以这学生门徒因开讲，阮的信心不足，求耶稣你加添阮，对无？阮是小信的人，耶稣常常甲伊学生讲的，就是讲你是小信的人，小信的人，总是无论安怎，会当互咱知影，连信心，咱拢需要上帝赏赐互咱，连信心拢需要上帝赏赐互咱。那安尼，咱感觉这个小小的物件，都需要上帝互咱。佫有啥物物件，咱毋是出自上帝对咱的允许呢？这会当互咱来思考。所以一般的人，因会感觉讲哇，十字架的这个道理，十字架的救恩，哇，这是破病的人愚妄的人较会去信的，无毋对。是一般的人，因用世间的想法、世间的伦理来在定上帝国的伦理的时阵，咱就知影，迄是差天甲地的差别伫即个中间。总是咱领受的人，咱就明白，这是上帝的大能，透过有限的人，会当来成就上帝无限的祝福甲作为，是因为咱知影伊疼咱，伊疼咱，伊互咱去经历更较济，伊的作为，通互咱更较归往伫伊，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咱看伫创世纪的中间。代表人类的亚当夏娃，因最后是失败的，所以失败了就互上帝赶出龙园，就甲上帝原本为着人类备办的祝福甲保守伫遐有隔断。总是感谢主，到伫新约就透过主耶稣基督，嘛代表咱人类来接受魔鬼搁一摆的试炼。哇！伫旷野40暝日伫遐禁食祈祷了，魔鬼来，哇！要互伊，要爱伊跪拜伫魔鬼的面前，伊就要将这个世界互耶稣。总是耶稣真清楚，这个世界毋是魔鬼的，是暂时的。所以咱就会当看见耶稣伫迄个时阵，就代表咱人类赢过这个魔鬼的试探，嘛透过安尼，伫伊的生命中间所展现出来，就是透过十字架，伊完全的牺牲来成就救赎咱的功劳。
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圣经来讲，伫亚当内面的正人拢死，照安尼伫基督内面正人也拢要过活。阿门。所以亚当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人为着罪，就爱面对死亡的关系。总是伫耶稣基督内面，互咱知影，伊对死过活赢过死荫的关系了。咱诚做基督徒的，咱嘛会当靠着伊来赢过。无惊吓，因为咱的一生毋是有限的即个年纪尔。咱知，咱是甲永远有一个连结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咱会当对有限、对暂时的连接到伫永远。这就是咱所信的，所以感谢主。保罗安尼讲，我无掠福音做见笑，因为这个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阿门。是，所以咱所相信的这个福音，伫人来看，这是愚妄的福音，较会可能有这个成就。上帝就是将迄个无可能的化作可能。咱就会当更加体会，咱所信的上帝是何等有权能的上帝。所以基督的福音，咱要讲就是上帝的大能。阿门。好，基督的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咱做来讲来，基督的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是，所以咱今日透过这段经文，咱会当好好来思考，会当帮助咱。咱看伫使徒行传到伫第8章的时阵，有一个真重要，咱甲伊称作分水岭。圣经就安尼讲，对即日开始，会当互咱了解使徒行传就是初代教会建立第2章开始到伫遮，拄好有一个坎站。这个坎站亲像有一个新的开始。总是这个新的开始，一般来思考讲新的开始就是一个更较兴旺、更较祝福、更较有光彩的一个日子，敢毋是？总是圣经却甲咱讲呢，讲是啥物？是受迫害的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到迫害，除了使徒以外，门徒拢分散到伫犹太、到伫撒玛利亚各所在去。哇！这个一个新的开始，却看见的是教会遭受到迫害呢。那安尼，伫这个经文内面，却互咱会当来了解。圣经学家就直接研究，讲为什么教会受迫害？门徒有一寡门徒必须要因为受迫害离开耶路撒冷。毋过圣经却甲咱讲，使徒却留伫耶路撒冷呢？到底是安怎？后来，牧师会当接受的有几个看法，总是牧师相信的是啥物？因为伫使徒行传第2章就有讲到，有一寡人对外国倒转来，这原来是犹太人的犹侨，有无？因倒转来了后，就来参加五旬节。后来圣神充满，因听到彼得讲道了，因就受洗礼。归往伫耶稣基督的名。即群人后来，因为因感觉讲，哇，阮遮对他乡迁徙转来，遮寡妇，因的食食无得到人的真好的照顾，因伫迄搭遐来讲，遮使徒啊，恁着爱关心遮的，遮互人安那较忽略的一群，哇！后来教会就伫遐选出7个执事，对无？这是教会历史内面第一届的选举。迄个7个执事，拢总是对他乡倒转来，才会讲希腊语的犹太人。所以若是安尼，咱对遮就会当来了解。这个经文伫甲咱讲一件代志，当时的基督徒就有分2个族群啦。第一个族群就是原来就是犹太人，诚做基督徒，是原来住伫耶路撒冷遮个。诚做基督徒的即群，因犹原保守着过去犹太教的风俗习惯，因真重视食物的分别做性，爱行割礼等等遮的一切。所以伫因即款虽然因已经皈依伫耶稣基督的名，
总是因所行的外在的行为，拢甲原来因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因为安尼，因伫耶路撒冷就未受到这个无信耶稣的犹太教的这个首领所轻视，还是所压制。这是一群是安尼。另外一群呢，就是这群就是用使徒做代表的。因犹原保守着过去犹太人接受这个条例的生活模式，所以未感觉讲因为什么有什么改变？总是这个讲希腊话的基督徒是以司提反甲腓力做代表的。这群的人就无同款，这群的人因为因对外国转来，所以因对过去因这个所看见这个犹太教的这个风俗习惯，因会感觉有一寡挑战，也是讲要有一寡的改变所以这个人就受到这个犹太教的首领所欺负，这是咱伫圣经内面咱所会当看见。所以司提反就是因为安尼，伊满有圣神的气力，伊的面真自强，伊是互人陷害的时阵、顺道的时阵，众人看着讲哇，为什么这个人必须要接受到这款的极刑？人感觉讲，敢有需要安尼？总是事实就是安尼。伫教会历史内面，伊真做第一个顺道者呢。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来了解，这讲希腊语的这基督徒，为什么因受到迫害，爱离开耶路撒冷？就离开耶路撒冷的时阵，感谢上帝，上帝犹原有美好的旨意伫这个中间。虽然看见圣经记载讲教会受到迫害，所指的就是教会一部分的人，因为因较意爱改革，意爱更较了解上耶稣基督的救恩，意爱会当互咱因的信仰，甲耶稣基督所讲所行会当愈契合，所以因面对着教会内的压迫，哇，这是咱所看见的一件教会的一件代志。当然，我所讲的教会内，犹原有涵盖伫犹太教的教会内所以总是这些人，咱看见，因就带着基督的福音，甲耶稣基督福音的权柄，行奇事、医病赶鬼，哇，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因虽然四线，总是伫这个四线的中间，咱看见上帝美好的旨意，伫因的身上来显明出来。所以咱就看见，伫使徒行传第8章了后。本来进前所记载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伫迄搭遐应该是有2-3万人的基督徒算大型的教会因阁分散伫各所在，用小组的家庭来聚会，得到上帝的欢喜，百姓欢喜，敢毋是吗？总是伫这个时阵，咱看，因为这个愿意改革的这个讲希腊语的这个基督徒受到迫害。圣经的记载就无搁以耶路撒冷做中心，足特别咯。到第12章的时阵，咱看迄个福音宣教的基地就刷去到伫安提阿，然后迄个时阵，人称归向耶稣的人称因做基督徒，足特别伫这个历史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内面，伫初代教会历史中间，咱会当看见这个真特别的代志。这个是毋是拄好照着耶稣基督所应允的？当圣神降临伫恁的身上的时阵，恁要得到气力，并且恁要到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得做我的见证。若是过去因所领受对耶稣的使命，伫耶路撒冷的教会内面，因无法度去体会，嘛无法度拍破，因为因犹原限制伫这个地域内面。这是伫使徒行传第8章咱所看见的一件事实。所以咱感谢主，福音的气力是未受限制的。阿门。伫每一个世代内面，咱看教会受到迫害的时阵，特别对外来的迫害的时阵。哇！对这个信仰有争议的时阵，
咱看见福音袂因为安尼消灭，福音反转安那，互遮个领受救恩的人，四散去到伫逐个所在，就亲像火种一般样，到伫每一个所在开始拢伫点着，开始拢伫点着。这是福音的穿透力，贯穿力，这是咱所会当去体会了解。所以咱看，基督的福音是伫即搭遮拍破犹太人旧的想法啦。这嘛是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过程，常常在挑战的事，敢毋是？所以咱看这讲希腊话的基督徒，因确实去领受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即个真正的核心价值。所以过去这犹太教的信仰思维，拢是用建筑物、用地点做中心，所以较会即个撒玛利亚的福音人，甲耶稣问对无？讲阮祖先讲，阮若要敬拜上帝，就爱基立山。恁讲就爱伫耶路撒冷，你甲我讲对一个较对？这已经辩论几啊世代的问题啊呢？哇，各持己见嘛总是耶稣甲伊讲，毋是地点的问题，是你态度的问题，较是重要。所以咱看见伫第8章《使徒行传》第8章，就伫执行耶稣基督所讲的，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服侍伊。过去因的传统的观念就是对一个地点对一个建筑物为主，总是即马毋是，即马是以上帝做中心，以上帝的国度做中心。整个的思想的改变，对于这个旧的犹太人来讲，因真正无法度适应。都是咱感谢主，咱看腓力传道的结果在证明什么？就在证明这个福音毋是互这一群的人尔，毋是互以色列人尔，毋是互犹太人尔，毋是哦。对于腓力传福音的结果，咱会当看见，传福音甲互人做基督的门徒，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教会拢应该执行的一个使命。所以咱感谢主，互咱的教会有缘会当执行耶稣基督所互咱的这个大使命。所以咱看《使徒行传》上界伟大的启示，就是伫即搭遮，就是基督的福音，毋是一个信念尔；基督的福音，毋是一个知识尔。基督的福音是有能力的，迄个能力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国活的能力来展现出来，赢过死荫的关系。福音所带出来，是互人的人心会当归向伫耶和华上帝，互人的心会当清气，会当便便来领受上帝极大的能力甲祝福。这是福音所带出来。说使咱所领受的福音，敢若是知识上的，那安尼，咱有缘是一句的思维中间。愿上帝帮助咱，使徒行传上界伟大的启示，就是伫即个所在，要互咱了解，咱真做领受福音的基督徒，咱每一个人拢真做福音的使者。所以伫咱所行、所做、所讲一切内面，拢带着福音的能力。这是你我爱深信的一件代志。阿们。所以你面对着任何的处境挑战的时阵，还是厝内有需要上帝的帮助的时阵，你莫袂记住，咱有领受着福音的权柄，咱好好爱来运用这个权柄，透过祈祷来承受上帝的祝福。所以圣经甲咱讲细囝，你是属上帝的，阁是赢过因的。因为迄伫你内面的，迄个伫你内面的，比迄个伫世界的搁较大。阿们。所以咱所信的，虽然是小信，总是咱求上帝加添咱的信心。互咱的信心愈坚定的时阵，咱的信念、基督的意念就愈清楚，就愈知影上帝互咱的权柄是赢过这个世界一切。哇！这是你我真做基督徒
对上帝遐会当领受的。阿门。所以咱做伙来讲哦，伫咱内面的比伫世界的较大来，比咱内面的比伫世界的较大是，这是咱基督徒正做基督徒的，咱已经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已经领受圣神的充满的，咱拢会当深信的一件代志哦。好，搁过来，咱就会当来看对整个的教会历史内面，咱会当真了解，无论是教会还是基督徒，当咱经历苦难的时阵，拢会当有一个事实，就是咱的信心会当拿坚定。阿门。当教会历史拄着挑战的时阵，这个中间，咱拢看见基督徒信仰愈坚定，就因为愈需要掠条耶稣基督，愈需要上帝的安慰保护，所以信心就愈坚定出来哦。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代志。所以咱看腓力在传道理的过程内面，真简单，这个作者真简单，用两个词来描写哦。第一个叫做宣讲上帝的道，宣讲哦，宣讲叫做克鲁索，对克鲁索宣讲。这个宣讲意思就是讲，亲像一个旋风，足大声伫遐伫喊话，所以伊伫宣讲，毋是亲像牧师安尼讲甲安尼又气哦，毋是。恁就来信耶稣，哇，对，即款才是宣讲。为什么腓力会遐尔大声伫宣讲？因为伊家己经历，伊明白基督的快乐伫伊的心上。人拢需要基督，人拢需要救恩，人拢需要上帝来掌管咱的生命一切。所以腓力真清楚，克鲁索就是得甲因讲，伊大声有信心、勇敢来传讲这个真理哦。哇，真特别哦！传这个意思更较趣味叫做有耶利罗，耶利罗，对，哇，这久无读这个希腊文轮到我读过尔，但是爱甲问一下，又耶利罗，对，又耶利罗的意思就是讲，传讲是一个真好的消息，传的毋是一般的代志，传的是真好的消息，是伊所深信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在传福音，咱在做见证的时阵，咱就爱学腓力安尼，咱就爱有信心十足，中开有力，对无？咱所讲的时阵，对方会感觉讲，你讲的是真的，你若讲了安尼，嘻嘻，人就感觉讲，你有假的感觉，所以咱若是亲目经历。亲自经历耶稣基督的快乐的，咱得甲人报这个好消息咯。这是人需要的好消息，咱得讲话就中开有力。咱的眼神就安那，就爱有神哇！人会感受到讲，你所信的耶稣，真特别咯。阿门！哇，感谢主前礼拜我看咱的长老娘一只的见证。哇！偌尔的用心，偌尔的有信心，因为过去伊所信的，到现在伊亲自去经历了，伊讲出来就足有快乐的见证。阿门！哇，这是感谢主的一件代志咱看腓力过去受选起来做执事，伊是安那来准备这个食食互真济人的需要会满足。总是受迫害，伊到伫撒玛利亚了后。咱看伊的信心愈坚定，伊大声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伊阁有透过奉耶稣基督的名，行真济的神业奇事。圣经甲咱讲，当时撒玛利亚有一个叫做行邪术的西门，哇，真济人伫伊的邪术的下面，拢感觉讲，
哦，伊是毋是迄位足有能力的人？哦，这可能是上帝所差派来，遐有能力行遐济生业。总是伊所行遮的生业，对腓力的眼光，伊知影这毋是对上帝来的，这是对邪神来的。那安尼，伫即个分别的中间，求上帝帮助咱咯。哇！我会记得伫2礼拜前，咱台北中会有办一个中级的训练会，有无吼？有邀请咱中山教会的叶启祥牧师去主讲，伊分享因教会安怎透过双语，透过幸福小组，互教会整个活起来，有无？吼，又嘛有见证，有互邪神附身的，因透过祈祷医治，互伊来归向伫耶稣基督。所以我印象真清楚，因为我伫去到现场的时阵，无偌久，伊就伫讲，有人就甲问讲，有种就甲问讲，要安怎去分别，这是精神的问题，还是邪神的问题，对吧？我相信咱教会真侪同工拢有经历过。若要叫咱讲，咱拢嘛会晓，对吧？因为咱家己经历啊，是毋是安尼？是毋是？有无？有无？哦当然较侪是牧师带咱的同工做伙去啦，吼。这伫信仰内面经历中间，咱知影，吼，那是邪神附身呢。你在讲福音耶稣基督的时阵，伊会反应。你在吟诗的时阵，伊会反应，伊会闪，安尼就真清楚分别出来，对吧？那是邪神呢，因对耶稣基督是惊吓的，对救恩是惊吓的，因为伊是黑暗的，咱是光明的，对啊，有一摆面对安尼的时阵，牧师就是一个真感动，就是摕水。来为着即个互鬼附身的，摕水来，甲伫下遮甲奉耶稣基督的名，恶者离开，阿门。伊后来见证讲，哇！伊迄个时阵，伊感受到耶稣基督的贵大，迄个邪神就离开，阿门。这毋是我做的，是咱同工做伙迄搭遐。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成就的一件美事，阿门。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深信，是伫咱的世间有真济超越咱所会当理解的这属灵的事，总是咱信靠耶稣基督，咱有圣神的开力的。上帝要帮助咱，面对着这时阵，咱是安静的，咱是有智慧的，咱奉耶稣基督的名会当分别出来。我相信。伫任何的事内面，咱拢应该爱有一款的经历，这是你我所会当看见的。所以，腓力是奉基督的名来行这属灵的权柄，你我嘛拢会当哦，阿门。因为伊所信的是国外的主耶稣基督，咱嘛是嘛，对吧？所以，伊既然会当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事，那安尼，咱有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咱有缘会当行奇妙的事，伫咱的四周围，伫需要的人的顶面。所以咱来讲，咱有行新约技术的权柄来，咱有行新约技术的权柄，是感谢主的恩典吼。所以咱看腓力是耶稣的脚业，去到伫互人忽略的所在，因为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因是无往来的，我台语读足准的因是无往来，是几个世代因就无往来。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撒玛利亚人安那，因是外邦的撒玛利亚，因为因毋是属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因是混乱的一个民族。因甲阮这是圣洁的纯的，所以因若入去到因的地，出来就爱安那。爱搁甲土半半的对无？哇！所以咱就知影，总是腓力传道理，圣神带伊去，就是去到这个互人忽略的所在。就亲像耶稣，对吧？去到伫
雅各的井，要话暑假的所在，为着的是安那，等待迄个附近人来面对着基督，互伊明白基督的信仰是啥物。所以咱看见腓力就是安尼。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教会一定会有受到攻击，总是却无法度阻挡福音的大溃烂。所以伫教会，伫咱所建立的教会，咱嘛小共。哦，咱的牧师，就牧师院来到一只牧会嘛24年啊，对无？伫即个过程的内面，有真侪的挑战，遭受到真侪的即个怀疑的部分。总是阮知影，阮所做的是啥物？阮真清楚，阮伫上帝面前，阮是会当交代的，因为阮是因的奴仆，阮愿意忠心伫上帝所交托的遮。所以，若是安尼，咱就看见同心合意，咱就会当建立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永光教会。吼，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教会若对外有攻击的时阵啊，教会一般拢会更较合意。总是教会上惊的是安那？是受到内部的攻击。哦，这是教会上惊的。吼，咱看咱附近的真济教会即马潘牧师做咱台北中会的副书记，哇，拢去伫处理真济教会的问题。伫即个教会的问题内面，就真济就是安那，无有好好的沟通，无好的沟通，至到大家拢会揣测，会怀疑，就会开始有一寡无好的传言，这个拢是撒旦会伫后壁伫塞弄的结果呢。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永光教会，咱是拒绝八卦、怀疑、揣测跟论断的哦。好，咱永光教会是勇敢，愿意勇敢来承担、信任、沟通、同理，这是上帝要互咱的，赏赐互咱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搁过来，咱搁较有意向，搁较有清楚。上帝爱咱建立的教会是啥物？咱嘛伫硬体的需要内面，咱若同心合意的时阵，上帝的确诚以美好的旨意，要搁较允许互咱，互咱搁一摆经历上帝极大的祝福，伫咱永光教会的中间。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若是愿意，我相信上帝就要互咱永光教会成做传福音教会的一个代名词。阿们。咱啊讲到台北有一间永光教会，人就感觉讲，这间教会是真够传福音的教会。阿们。若是听人过去讲的，真济像哇，一个教会，是足够敬拜赞美的教会，是足够跳舞的教会，足够演戏的教会，对无？哇，即摆拢各有讲价，总是。我甲上帝求讲，毋是，阮要成做一个上高传福音的教会，这才是真正合耶稣基督的心意的。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体会。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确信，我拒绝做撒旦的帮手。阿门。是我掠着有福音的权柄，这是你我所应该有的。阿们。咱来讲一句哦，我掠有福音大能的权柄来，我掠有福音大能的权柄，还是讲我有更较水的台语无？想看觅咧，就敢若会当讲我有福音大能的权柄啦，掌握这个我起调，起调嘛袂歹啦，是。这个台语有当时久无用嘛爱拜托咱这前辈，当时体恤一下互咱的台语会当更较水，继续来传落去。感谢主，互咱会再去有一个这的领袖，愿上帝帮助咱。咱这个孙，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细囝，你是对上帝来，佮已经较赢因。因为点伫恁个较大，点伫世间个，
约翰一书4章4节，搁一摆来，细囝，你是对上帝来，搁已经较赢因，因为点伫恁的较大，点伫世间的。约翰一书4章4节，阿门。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咱所信的迄个福音的快乐，伫咱内面的。嘛要较清楚来讲，就是圣神内住伫咱内面，咱就有即个快乐。阿门。哇，这是真水，互咱有确信的一件代志。好无？这个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回应上帝的话语。我的心提起杯，打穿我分甲死灭，信心坚定来喊话，冲破怀疑甲抵满，抓条引阮向前冲，上帝赐福伫阮中，大大开嘴来求讨。所求心可乐，喜乐的心飞啊飞啊飞，飞到荣耀无止境。信心的你飞啊飞啊飞，感恩能力甲福音。咱就喜乐的心，来唱这条的诗歌。哈利路亚。喜乐的心提起杯，打穿乌云甲死灭，信心坚定来喊话，冲破怀疑甲抵满，抓条引阮向前冲，上帝赐福伫阮中，大大开嘴来求讨。所求心可乐，喜乐的心飞啊飞啊飞，飞到荣耀无止境。信心的天飞啊飞啊飞，感到能力甲福音，基督内面有的过去，一切拢要停息。成就，基督内面有的过去，一切拢要停息。基督内面上帝应允，一切拢要成就。喜乐的心飞啊飞啊飞，飞到荣耀无止境。信心的天。主，阮学了你的名，因为阮所领受的福音是大有快乐的福音，毋是透过知识财物，互阮明白救恩尔，佮是互阮会当用信来领受上帝你极大的能力伫阮的身上，甚至互阮亲像腓力，亲像保罗一般样，也亲像彼得一般样，会当用你的名来做医治的工作，用你的名来做赶鬼的工作。因为原在世上地上一切的权柄，拢已经伫基督耶稣基督的手中。愿奉伊的名，阮就会当行耶稣所行的。这是主你甲阮应允的，求你帮助阮，互阮永光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领受福音的大能，伫生活内面活出基督的芳味来，也祝福阮永光教会，互阮永光教会成做一个美好，成做有荣耀、
有气力的教会，伫这个世代，愿意甲主讲：主啊，阮伫遮求你采用阮，互阮成做福音的出口，来引带人归向伫你，嘛，互阮更加经历救恩的带领。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还是姊妹请坐。这是要咱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阮到主是阮做一，欠比命受我命转换，信心感我给体会了，不到主阮信心所望，爱心乐意，一心一意，你最所有拢受你，阮上甲阮的上甲你，阮要做心灵互为众请起立。阮到主是阮做一，欠比命受我命转换，信心感我给体会了，不到主阮信心所望，爱心对心落一心一生所拢受你，你上甲阮，你上甲你，阮最心灵互你，阮上甲阮，你上甲你。阮要做心灵互你。会众请坐。施工报告，请牧师来报告。现在今晚请咱来关心咱教会这个事工的推动。咱做伙来读这礼拜的导读的引言咱用中文来读来。担忧是去思想许多让自己难过的事，或是惧怕还没发生的事，学习交托，能卸下担忧。阿门。是烦恼，这是真侪人，大家人拢有的，吼。毋过心理学家甲咱讲，咱的烦恼75%以上拢未发生，所以做这代志咱拢是加烦恼的，对无？你甲隔壁讲，你莫加烦恼，加烦恼，加烦恼就困袂去嘛，对无？敢有人讲烦恼困规暝，袂嘛，所以咱求上帝帮咱伫即个礼拜内面，牧师讲的这经文，拢会当互咱每一日也透过上帝话语来帮助咱伫生活内面做一个会晓交托的一个基督徒。阿门。你甲隔壁讲，你爱完全交托上帝来。咱外面有伫银行有伫做讲，是信托对无？这信托对咱来讲嘛是对的。爱信心交通嘛，叫做信托所以伫生活、伫信仰内面，咱会当好好来思考这个。好，咱继续来看，咱感谢主伫礼拜日
咱有配合即个政府的推动，互咱来了解吼，即马真侪有诈骗诈骗这个代志咱的会友中间嘛有人去面对着即款的，所以前礼拜有即个警察局有派专员来互咱来甲咱教互咱了解。我相信这嘛是一个咱甲政府即个机关有一个连接，会真好。因爱业绩嘛爱咱爱知识所以拢讲会过好，多谢感谢主。好佮过来，即礼拜四就咱青少年的营会我撼动星球咱已经伫即个前礼拜的拜一有去到伫圣经学院去现场来看遮个场所迄个场所是真水的场所所以阮需要用较济时间去做布置因为即个场所甲旧年的场所旧年的场所是伫美丽华厅迄个礼拜堂迄个较细即届是伫迄个主圣馆，就是开总会迄个所在会当差不多容纳500-600人的场所所以咱即届去有个重新来要来布置，互佫较完整所以咱为着咱的青少年即个营会来祈祷即摆咱有甲其他的教会做一个连结嘛毋茫讲伫将来咱的教会即个基础会当佫较造福咱真侪长老教会，因为咱真侪长老教会即马的教会足侪拢差不多无所谓青少年团契青少年因无法度有遐侪人会当办啥物款的营会咱就讲做伙来做伙来也透过论安那咱的新学生连结遮的，包括因的同学的教会因就透过开会几啊摆开会互遮个人会当知影咱伫办的即个意念目标是啥物大家做伙共同来拍拼所以咱感谢主即届有105个新竹学院圣经学院的黄院长牧师听着讲咱嘛会当有100个起嚟，伊讲无简单。我讲阮已经甲你预定明年200个所以这是会当做的事，嘛是上帝互咱永光教会，特别对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一个使命伫即个中间好，所以咱会记住咱若时间若会使车开咧，遮坐咧去圣经学院甲因看一下，安怎袂歹对无毋知有对一个长老会再思过去无？我毋知。讲笑啦总是咱伫祈祷内面咱好好为着遮个青少年的整个活动来祈祷好，来咱8月初4有一个要办一个联合的礼拜就是荷兰即个大卫牧师就是咱的青年咱叫阿伯对无做少年叫阿伯金玉师母因要倒转来然后昨昏佫有开面联络了，因讲因为因的教会就是拢主要就是街头报道，所以因的教会成长真紧是期待讲嘛会当将因的技巧即个信念会当互咱教会所以阮真欢喜小伙嘛看做欢喜，所以咱8月初4咱3顿的礼拜，伊讲囡仔嘛会当嘛会当做伙出去做报道，所以咱3顿拢要做伙组织伫遮礼拜煞了第一顿礼拜煞了，随时有半点钟，伊会甲咱讲啥物技巧，了后咱就用小组也是讲几个人就出去咱去在迄个店面遮行，看半点钟了就去倒转来所以是真短的时间。毋过对因的经验来讲，互咱嘛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学习所以咱为着即件代志会当来祈祷这是咱教会毋捌有即款的方式来进行因伫欧洲的所在因有真济的教会拢甲因学习所以咱嘛会当来学习每一个技巧，若是对福音有利益的，咱拢愿意来学习多谢。好，8月11咱即届因为8月初4有即个联合的礼拜，所以咱甲
圣礼典改到后一礼拜吼，比8月11，所以咱来关心这个代志啊。好，大概咱来注意，这就会使吼来。今仔日礼拜了，咱要开中集会，要请小组长来列席，即咱半年一届，有邀请小组长伫咱的中集会吼。后礼拜，伫后礼拜吼，后礼拜咱的儿母的教师的会议，也是伫后礼拜咧要来开会吼。好，继续。咱9月开始这营会，请咱也关心吼，来注意，嘛鼓励咱，若还未上完的，还是讲你感觉有搁较要深的体会，拢会当来报名吼，多谢。好，所以咱伫教会嘛，其他咱兄弟姊妹上网去看咱教会咱的同工，为着咱做即个直播，还是了后的剪辑，还是教会活动这影片，咱拢会当来看吼，来关心吼。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来吟这诗歌，比出来祝福。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百姓心来充满你，光芒大亮的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名光照你，喜乐充满你，快乐拢无去，处处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名光照你，喜乐充满你，快乐拢无去，处处大福气。喜乐充满你，快乐拢无去，处处大福气。咱议员徛伫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全能的圣手扶持恁每一个的脚步，也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互恁深知，恁是得救、阁有得胜的基督徒。也愿圣神扶持帮赞，互恁活出基督的香味，也做美好的见证，互四周围的人，因为恁得到福气，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报告一件代志，咱所敬听的周素凤姐，对无吼？大概伊甲伊的囝拢来坐伫即边，遮来礼拜吼。然后上帝有调伊转去了，咱伫即个拜五前做阵吼，有办素凤姐的告别式吼。伊的囝浩宇。甲浩志伊的第二后生，甲因全家吼，今仔日有缘来要来参加第二场的礼拜，我即摆看着已经来嘛，互咱知一下吼。伊多谢咱兄弟姊妹，特别伫台语的，咱拢甲看到素凤姐伫即搭遮吼，伊多谢咱兄弟姊妹过去的疼惜，嘛为着因即个家庭的祈祷，愿上帝也继续感动咱，
继续为着浩宇甲伊的小弟两个家庭，互因伫基督的信仰内面更加去经历上帝的疼吼。咱浩宇甲浩子你嘛也手一个吼，对因就是大家甲一起讲甲咱说多谢吼。是好，来大家请坐咱第一堂下礼拜就到这结束。感谢主，上帝引带咱的脚步。Got it, you and me.